台南一中举办 SDGs 探究甲实作学习成果国际研讨会，来自台湾、日本、越南、马来西亚、菲律宾、泰国甲香港的高中生，组成40支队伍，共同探讨联合国2030年永续发展目标，也佮邀请到台大校长陈文忠发表专题讲座。我们的孩子是需要这样的舞台。那我想教育部的角度一定是全力支持，希望能够有越多的国际的友人，然后进到国内跟我们的孩子们一起成长。TOP 的学生能够透过全英文来跟全世界的各个国家一起发表，但是我们还有另外一组学生可能是隐藏版的36位学生来接待这18队。学生全程拢以全英文分享报告及交流。其中有以学校周边的交通问题进行深入研究，提出解决对策，也阁有人以流浪动物为主题，希望会当找到减少游动动物的方法。其实流浪动物被归类在说外来入侵种，那所以第15.8的目标就是在说预防的那个外来入侵种，然后在陆地上和在水里面的。放学回家吃饭什么的都会经过，然后这里有时候交通就很差，然后会有危险。解决策略其中像是增加人力的资源，然后还有增设人行徒步区。研讨会结合 SDGs 甲12年国教课纲探究甲实作，让学生透过 AI 资料分析等，提出具体对策，展现行动力。台南新闻所采采访报道。